后来乡亲啊，后个月月初就是4天的清明连假。以往每一年的清明，拢是塞车塞到发唔敢。交通部即届嘛超前来部署，清明连假前2礼拜的拜6礼拜，也就是3月21、22甲28、29这2个周末，高速公路的通行费除了采单一费率之外，搁来拍7折。高速公路若塞车，大家拢害头，尤其是清明连假。高公局统计，这几年来连假进前的2个周末交通量拢差不多。为了鼓励分流，交通部就公布提早备忘上国道，会使省真济钱。超前部署，也就是伫3月21、22甲28、29 2个周末。国道拢是单一费率，搁拍7折。小型车中长途通行费率每公里是6.3，若是台北圆山要到台中大雅，平常时爱156块，这时间只要94块。国家远到高雄343块，直接就省130块。啊，若免收费的时段，连假期间初2到初5拢是单一费率收费，初2到初40点到5点。要初50点到早起的10点，拢是专线暂停收费。单一费率打7折的部分，在42公里以下是会比我们现在的一般费率还来得高，略高，所以也是相对就是鼓励，就是说短途的用路朋友尽量把这些国道给让出来，给中长途的用朋友来做使用。若无是讲驶到地就踢到地，会使参考今年交通部的分流路线。中长途建议提早备忘，啊，若短途的上好是莫行高速公路。会使行省道也是县道。